喂喂喂，今日好特別㗎！平時得我自己一個講郵輪，但今日我要介紹見到就會心心眼嘅郵輪小王子出場。Truly 你太誇獎我啦 ！Hello 大家好，我係 Trustin。Trustin 佢同我一樣，都係匯集咗我哋專業團隊嘅資料，唔係是但求其揾個 friend 㗎。咁今日我哋講咩好？ Trustin，你知唔知你嘅 MBTI 係咩？我應該係 EITJ， 不過唔緊要，最緊要係我知咩 MBTI 適合坐咩船。咁，不如一齊同觀眾拆解下。好，嚟啦！第一個 INTJ， 佢哋係策略型，追求卓越，重視私隱。INTJ 嘅你哋要追求卓越，咁就非名人郵輪莫屬啦。啱啊！名人郵輪嘅 Magic Carpet 跨樓層升降，變身唔同功能區，加埋全船藝術品，極致奢華，完美匹配 INTJ。咁 INTP 呢？好奇、探索、追求卓越。咁要麗晶七海郵輪啦，全包式奢華，一架全包頂級食宿，佳釀暢飲，全程 Starlink WiFi，小費，代客洗衣服務，仲要包括無限岸上觀光行程，輕鬆探索更多地方，最適合好奇探索嘅你。而 ENTJ 嗰啲領導型，要效率要成就。銀海郵輪全船套房都配備專屬管家，為領導型嘅你打點一切。係啊，佢哋提供差唔多1:1嘅船員同乘客比例，服務超個人化，仲要係真正全包式旅行，真係邊諗邊嘆。ENTP 呢？成日駁嘴嗰啲 Virgin Voyages 就最啱，成人限定，破格設計，啱晒不受框架束縛嘅人，打破規則嘅創意遊樂場，啱佢哋玩到癲。INFJ 理想主義者，要深度體驗。和平船就最啱文化交流體驗嘅你哋，除咗去探索世界之外，郵輪上仲可以同業界嘅領航人專題探討某些社會議題。佢哋亦都係一個漂浮嘅教室，將自己嘅專長授予其他人。旅行都要有意義，用航行改變世界嘅理想家。我朋友係 INFP， 浪漫到暈，中意大自然。跨 expeditions 啦，可以近距離睇企鵝、冰川嗰種寧靜，滿足心靈嘅自然呼喚，真係治癒心靈嘅極地詩篇。ENFJ 嗰啲成日帶成班朋友去玩，一定係充滿歡樂氣氛嘅迪士尼郵輪啦。最啱帶埋屋企人朋友一齊出發，凝聚眾人嘅歡樂。咁 ENFP 就係熱情，中意新鮮嘢嘅。龐樂郵輪，深度嘅法式優雅，知性氛圍，獨特航線。呢度就係 ENFP 嘅靈魂歸宿啊！今日講住咁多先，下集仲有8個 MBTI 為你哋介紹㗎，記得留意，唔好走開啊！最後記得支持我哋，follow我哋啊！下集見。